同大家去講解翻啦，就屬豬嘅朋友，你嘅電話號碼乜嘢嘅數字可以幫到你提升你嘅情緣運呢？情緣運有兩種，第一，你本身現在係一個單身嘅狀態，你好想咧令到自己有一份魅力啊，可以吸引到一啲咧異性啦去留意你啊，令到你可以咧就係咧吸引到更加多唔同嘅情緣嘅機會，可以選擇到你自己嘅陪你度過你下半生咧嘅伴侶。咁你應該用個乜嘢嘅數字去提升自己嘅魅力咧？今日為你去講解。另外一種咧就係你已經有另外一半啦，但係發覺到咧經常同佢嘅溝通咧都南轅北轍嘅，都掌握唔到大家其實想點嘅。咁所以咧點樣去令到你去容易同佢相處到或者溝通到，或者好簡單，好多人都好想就係你另外一半點去遷就你。咁你要記住一樣嘢咯。所有嘅因與果咧，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關聯。你身上發生啲乜嘢嘅能量層次，你有乜嘢嘅頻率，你嘅頻率就影響咗你嘅另外一半同你點去相處。所以你嘅電話號碼就係一個最快、最有效果，亦都最大功能咧，去幫你去提升啦呢一個關係上面嘅連結，令到你擁有一份磁頻。唔單止人見人愛、車見車載啊，你另外一半見到你啊，都笑逐顏開啊！想唔想？記得睇晒呢一個 video 啦。假如嗰下咧第一次入嚟咧睇呢個Ken Sir 數字能量教室嘅話咧，記得就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我呢個 channel 最大目的係教大家點樣透過呢個數字嘅能量咧，去改寫自己嘅人生，把啲乜嘢嘅數字提升自己嘅財富啦，提升自己嘅感情啦，吸引咧你嘅魅力啦，吸引你嘅客戶啊，吸引到更加多咧支持你嘅人咧，圍繞住你自己。所以咧喺呢個過往，我亦都講咗好多咧，透過電話數字咧去提升自己嘅能量嘅方法。喺嚟緊咧，亦都會為大家咧去作呢啲免費嘅貢獻，所以記得方便自己隨時可以睇翻呢方面嘅資料。好重要嘅溫馨提示，如果假如你嘅電話號碼入面咧有23570咧，就算其他組合入面啊好夾你嘅命都好啦。但係嗰啲23570都會咧混濁咗咧你嘅能量狀態，令到你好容易吸到病啊，好似是非、交通意外、經過受損、個人聞得咗啊，好容易咧就吸引到好多災難啊，身體唔好啊，癌症啊、糖尿病、心臟病諸如此類啲問題圍繞住自己。最恐怖嘅地方咧，亦都除咗病咧，再加埋就容易破財破壞啊！所有吸啲人翻嚟咧，都係搞震冇幫襯，破壞晒你人生嘅計劃嘅。同埋最重要嘅地方，你會不自覺到因為個靈智而導致個人係負面啊，唔清晰自己要啲乜嘢，或者好多時咧就迷懵懵啊，過得一日得一日啊，經常內耗住自己，消耗緊自己嘅能量咧，你都唔想噶嘛。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 啦，同埋有啲乜嘢嘅問題都邀請你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咧去問 Ken Sir， 我哋都樂意為佢解答問題。更加一個重要嘅地方，呢個 video 如果幫到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幫手分享俾其他嘅朋友去認知，讓更加多人受惠。唔該晒，唔該晒。嗰下咧係呢一個啦，1971年啊，呢個辛亥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嘅電話號碼尾三位係用緊乜嘢嘅數目字啦？嗱，講明先啊，如果呢個電話第一有23570，第二你嘅尾三位用嘅數目字同你係不配合嘅話咧，你喺感情嘅世界或者你嘅情緣世界或者你嘅婚姻世界面咧，經常咧都有好多壓力、抑鬱、唔開心，甚至乎咧經常咧都會離合合，掌握唔到自己，又或者你係繼續咧就保持一個 A0嘅狀態，出唔到鋪，繼續咧就啦孤枕獨眠，雙腳凍啊，無人冚被就冷傷風，你都唔想繼續係咁噶嘛。所以呢一個啦辛亥年71年出世嘅朋友，不論你男與女都啊，你有冇擺一個數目字落去咧？但係咧有冇擺呢個6字落去啦？呢個6字咧係你與生俱來啦。呢個屬豬嘅朋友，尤其是呢一個6字係幫1971年嘅朋友點樣提升佢嘅情緣運，令到佢另外一半咧就更加喜歡佢，令到咧更加多人咧去留意到佢。如果你現在係單身嘅，無論你係已經係婚姻狀態乜嘢都好啦，你現在係一個單身嘅話咧，你必要喺呢個尾三位擺呢個6字落去，因為呢個6字就好簡單，就幫你提升你嘅磁頻、你嘅吸引力，你嘅個人魅力都係靠呢一個6字去提升咯。想提升情緣運嘅話，咁就一定要擺呢一個6字。咁你話 Ken Sir， 如果唔係我擺咗其他數目字，留言話俾我知啊，我好樂意去幫你去講解翻。甚至乎咧，如果你個電話講明先啊，如果有23570啊，咁啊唔好意思啦，擺咩數目字落去都會大打折扣啊。仲要一個溫馨提示，如果你擺個6字落去咧，一定要提醒翻左鄰右里唔好有個9字啊。隔咗位係冇問題，不過你隔位中間係擺個乜嘢嘅數目字啊？
因為6同9咧就話為神不忠、為子不孝、為朋不義。如果呢個涉及到呢個夫妻位嘅話咧，咁唔好意思啦，你唔好怪你另外一半點解對你不忠、不孝、不義啦，因為最重要嘅地方係你製造一個磁頻，令到一啲不忠、不孝、不義嘅人咧俗稱叫做渣男啦或者渣女咧就圍繞住你呢啲咧禍無從至就為人自招啦，係你自己製造一個能量去吸引自己多呢啲麻煩嘢走埋自己身邊咯。注意翻呢一個辛亥年71年嘅朋友，譬如咧你係呢一個1983年出世嘅朋友啦，咁如果你想提升自己嘅情緣運咧，你離唔開噶啦，冇格講噶啦，你尾三位必定要擺個4字落去，因為呢一個4字就可以幫到你咧，就提升你嘅情緣位。仲有唔單止提升你嘅情緣運，你可以令到你做事咧嗰個效果效率得以提升。呢個咧私人整理嘅呢個83年屬豬嘅朋友，呢個4字之外咧，你左鄰右里咧就唔可以有個8字，因為點解咧？8同4走埋一齊咧，會容易招惹呢個腰骨痛啦，亦都會導致就係咩？就係你好難咧就孕育到下一代，再加埋咧就係好驚好恐怖嘅事情就係咧會好容易吸引破財，你都唔想有情緣，跟住係不停咁破財，或者就算你有一個高質素嘅另外一半都好，佢好有條件、好有財富、好有揾錢能力，但係因為你用咗呢一個4字吸到異性，但係如果你隔離有個8字嘅話咧，同樣吸啲異性翻嚟不過佢就會因為你而去產生呢個破財嘅現象，或者你自己咧就有個好錫你嘅另外一半不過你啲錢留唔住，經常去流失，我話俾你聽，其實都會導致你另外一半就頂你唔順。所以記住一樣嘢，唔好盲目淨係跟住一個數目字，更加要重要係呢個配搭性。所以電話號碼我成日都講咧，就係號碼同你嘅命格係要配合，再加埋你嘅願望咯。如果你再次提醒翻啦，你係呢一個83年嘅朋友嘅話咧，不論你男與女啦，尾三位必定要擺個4字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左鄰右里有個8喺度啦。溫馨提示，假如咧你係一個2007年又或者係1947年呢個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嘅話咧，你必須要注意啦。如果你好想提升你自己嘅情緣運，同你另外一半容易相處，或者你可以可以出鋪打破呢一個 A0嘅話咧，你要記住你嘅尾三位，你嘅情人位啦，情人位搞清楚呢3位亦都代表咗你自己做事嘅動力。做事動力就另外一個 video 為你講解，但係今日最主要話俾你知就係咧，如果你想提升你同你嘅另外一半，或者提升自己個人魅力，容易吸引到更加多異性對於你嘅追求或者喜悅地同你相處喺埋一齊嘅話咧，你必定咧你嘅電話號碼尾3位就要擺個1字落去，因為1呢個數目字係你嘅生肖呢個屬豬嘅朋友，你與生俱來咧就提升你嘅個人魅力，令到你嘅磁頻、你嘅頻率、你嘅吸引力你嗰種熱情嘅力量係不自覺散發出嚟咧，就令到別人喜歡你，令到咧你嘅異性你心儀嘅對象更加留意到你咯。想唔想咁樣記住一樣嘢，溫馨提示，一個都嫌多嘅就係23570。如果你有23570，你就算擺多個1字落去，唔好意思啦，你都會大打折扣，甚至乎發揮唔到，仲要反行其道咋。原本就人見人愛嘅，相反係咩？自己諗下啦。如果你係呢個1959年啦，又或者係一個2019年出世嘅朋友啦，你要注意啦，你喺呢個立春出世咧，就係歸呢個屬豬嘅。呢一啲屬豬嘅朋友，你必須要注意，你想提升自己嗰個情緣運，令到更加多異性去留意到你，或者你可以同你另外一半更加容易去溝通，少啲摩擦，少啲對立，少啲呢個拗頸，或者為咗自己嘅一種諗法就爭持不下嗰種情況你都唔想繼續持續落去㗎，你都好想你另外一半就非常之乜嘢都以你為先乜嘢吃喝玩樂衣食住行都係依附翻你嘅意願，想唔想咁你擺個乜嘢嘅數目字咧？係呢個尾3嘅情人位咧，你用錯數目字就會用錯一啲結果，會吸引一啲你掌握唔到嘅結果喺你嘅身上會發生咯。如果你用嘅數目字就唔係，並非不是，並非呢一個9字嘅話咧，咁唔好意思啦。咁你可以就講低喺下面嘅留言欄話俾 Ken Sir 知，你用一個乜嘢嘅數目字。
第一23570一個都嫌多。第二咧，如果用呢其他數目字，係對於你係造就性啊，定做低性咧，幫到你嘅情緣提升啦，定係呢一個咧多交嗌、多意見啊、對立啊、壓力抑鬱、唔開心嘅情況咧，一見到你嘅情人，所以要注意翻啊！結果都係你自己吸引，你有緣分睇到呢條片，而係冇去為自己去裝備嘅話，我只係戥你一句就係可惜。有咁嘅緣分，有咁嘅福氣，為自己提升都唔去爭取咯。假如咧閣下咧係以一個咧1995年啦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啊，你係呢一個乙亥年出世啊，你需要用嘅電話號碼數目字咧喺呢個尾3位咧就一定咧就離唔開咧擁有呢個8字。你尾3位代表咗你嘅情人位，亦都代表咗咧你嘅做事嘅動力。今集就集中去同你哋講點樣提升你嘅情緣運，有另外一半或者冇另外一半都好。最重要嘅，你點樣同佢嘅相處？你要有啲乜嘢嘅魅力，令到佢更加喜歡同你一齊呢？或者簡單啲咁講，乜嘢都以你行先呢？想唔想啊？所以你有冇去為你自己嘅電話號碼擺設一個咧喺尾3位一個8字啦？嗱，講明先喎，有個8字係唔夠嘅喎，亦都要溫馨提示。如果你個電話號碼入面其他嘅位置有呢個雙克啦，8字係最怕乜嘢啊？隔離有個4咯，4係屬木嘛，木就克住咗呢個8土咯。所以同樣你嘅感情都一樣受掣肘，再加埋一個咧就已經講過好多次噶啦。咁啊第一次入嚟睇都再次提醒翻話俾你知，你嘅電話號碼23570一個都嫌多，呢啲全部都咧之前講過啦，亦都會為你帶來好多唔同嘅潛在或者已經發生咗嘅災難圍繞住自己咯。所以呢個1995年乙亥年立春出世嘅朋友，你想提升感情運嘅話咧，尾3位必定要擺個8字啦。你好想知道點樣為自己咧設計一個電話號碼咧，就提升自己嘅運氣，提升自己想達成一啲目標同效果嘅話咧，或者你好想自己直接去學懂咧點樣為自己設計電話數字，或者透過唔同嘅數字能量提升自己嘅要求嘅話咧，片尾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或者你想知道點樣可以幫到你更加容易造就自己、造就身邊嘅人、造就啦所有咧你心愛嘅人嘅話咧，亦都可以透過片尾咧就聯絡翻 Ken Sir 啦。下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